看看。对，他还有更厉害，是你们有看过新闻片头音乐，他会哦。会吗？玉祥，你会吗？真的，这个就是现场了。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，半场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需要一段音乐，所以我们还是来我最喜欢的那段，好不好？玉祥，麻烦你。要宣布我们今天晚上的得奖人，其实总共有29个作品，然后其中一个其实非常好，害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参加，因为我认输了。